好嗱，咁頭先都有同你講過啦，咁減重咧，其實你個 case 係點啊？要6個月嘅，係啦，即係200幾啦，6個月啦，係啦，要6個月嘅。咁咧基本上咧，如果我哋呢度咧，我哋有2個減脂 plan，一個咧就係基礎嘅，基礎咧就已經呢個係3個月嘅。咁點解3個月咧？因為咧，其實減肥咧每3個月咧就係脂肪細胞更新一次。如果你減肥減唔到3個月咧，你會成日聽到啲人話反彈。通常就係減1個月就唔減，係啦。你嘅生活習慣，你嘅脂肪都未控制，脂肪細胞都未穩定，你又放棄咗，所以減肥減3個月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基礎同埋進階。咁基礎就係9000蚊啦，進階就係12000。以呢個 case 咧，如果你嘅體脂都超出咗4%啦，肌肉量咁低嘅話咧，加上你內臟脂肪發炎其實高，咁你一定要進階，因為咧呢個我表妹嚟，係啦，我表妹咧都係用進階 plan 去減，因為咧你除咗要用一啲比較普通嘅可能係 shake 啊等等嘅補充品之外咧，最重要咧你可能要食啲 omega 3啊去消炎，係啦，去減同埋食啲益生菌，咁你先會減得快。有問題係啦，咁咧呢個咧你要分3期嘅得嘅，咁啊最多咧可以分3期，咁就大概4000蚊1個月左右，即係100零蚊一日咯。100零蚊一日咧，其實已經包咗你早餐啦，同埋得你晚餐嘅大一部分㗎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唔係冇話用多就好多錢。可以。好，咁如果你今日咧join 埋我哋嘅運動 plan 咧，係啦，join 埋我哋嘅運動 plan 咧，係啦，我頭先聽你講啦，係啦，咁咧有2個啦，係啦，咁咧呢個1480蚊就8堂，呢個2780蚊就18堂，呢個會大啲嘅，係啦，咁如果你 join 呢個咧，仲有800蚊嘅優惠，係啦，咁有冇問題？好，係，咁你可以 join 呢個，係啦，需唔需要分期？分三次，咁咧即係呢個加呢個，咁啊有一個係篤篤機，好，係啦。